離婆多此云呢，叫做離婆多此云叫做假和合。呢個離婆多尊者啊，初一出家咧，行到半路，在呢個涼亭嗰時嚟借宿打坐，打到半夜咧，就見到一個小鬼啊，托咗個死士嚟，大鬼咧就跟實嚟，兩個人就爭呢個死士食。係咪大小二鬼就話，我就不知嚟爭啦。現在亭中有個道人，叫呢個道人咧嚟判斷啦。咁啊兩個鬼咧就問呢個離婆多，到底呢個死士啊屬小鬼屬大鬼咧？咁呢個離婆多啲鬼又好難教育嘅，有個以理嚟講又係受苦，為理嚟講又係受苦，不如話係以理嚟講。我見到你個死士喺呢個小鬼咧就抬嚟，應該屬小鬼咁。呢個大鬼就發脾氣嘅，掹咗佢隻手就嚟食。呢個小鬼咧見到佢隻手唔見咗，將死士嗰個手掹出嚟按上嚟。嗰個大鬼咧就掹咗佢隻腳又嚟食，小鬼要將個死士隻腳又按上嚟咧。呢個大鬼咧就掹埋嗰個頭，咁樣就又嚟食。呢個小鬼又將呢個死士嗰個頭又按上嚟，意思離婆多見到自己個身下邊有大鬼食晒，個小鬼咧就將死士咧就按上我身上，係咪兩個鬼就走咗啦？天亮，佢話呢個我嗰個身體明明被呢個大鬼就食咗啦，而家呢個身體還跟實我行，到底是我不是我咧？就起呢個疑惑，起呢個疑情，不能斷嗰個疑情。佢哋見到人就問：佢你見唔見到我啊？所以離婆多啲會常作聲。佢你見唔見到我啊？問啲在家人，啲在家人唔識去答覆。後嚟跑到棋盤正舍咧，就問五百羅漢。五百羅漢呢個人好容易到。後嚟問到舍利弗，舍利弗話：此身本是他為胎啊，唔係你所有。佢馬上都唔再做。正我羅漢講，呢個身體啊係父母嘅為胎㗎，唔係我所有，係我咯。點可以俾嗰個大鬼食咗咧？所以呢個身體啊，父母嘅為胎，唔係我所有。破咗呢個身見，不以身體為我。呢個我見咧，工作無我咪見到咧，有我就不見到嘛。所以離婆多就破咗我見，佢哋見到。因此佢嘅名字咧就稱為假和合。呢個身體係父母為胎，假和合。我哋呢個身體咧也是父母為胎，假和合。我哋呢個身體地水火風四大，假和合。將嚟臨命終嘅時候咧，冇咗暖氣啊，唔係冇，嗰啲火啊俾翻呢個火大。冇咗呼吸，唔係冇，嗰啲呼吸咧俾翻呢個風大。嗰啲骨頭就俾翻地大，含淚太多就俾翻呢個水大。即係將來臨死咧，其實係四大分離而未死以前咧，四大和合，呢個咪假和合。嗱，呢有個我咧，都係離婆多啊，此云假和合，不令騎婆初，此云叫做疑集。呢位尊者啊，500世做呢個婆羅門。印度咧以婆羅門性嘅最大，所以婆羅門咧就生驕慢嘅，做到500世婆羅門，500世呢個驕慢習氣難除，所以正到阿羅漢果咧，佢就講呢個恒河嘅黑色。恒河呢個河神啊，
係個女神，但佢叫慢咧就唔叫人家嘅女神，佢哋叫人家妹仔。佢過恒河，妹仔電流，過呢個恒河，好咯，咁個電咗流，等佢行過，黑色咩？奇門正斜對面係恒河咩？過咗就恒河啊，咪當呢個社會角啦。但呢個恒河神都唔忿氣，就真係告訴佛大尊啊，你啲大師啊好冇禮貌，叫我斷流，我應該斷流，但唔叫我丟姐，叫我大鼓啊，真冇叫我條米仔。咁樣嘅大尊話：你快啲向河神懺悔，咁樣呢個不靈騎何作合掌，喂米仔你唔好拍地。哦，大家都笑起嚟。大尊話：呢個唔係笑嘛，係佢嗰個習氣。所以做人嘅習氣啊，真係厲害。500世嘅習氣啊，整個阿羅漢乾嘅習氣都未除，即係話呢個驕慢。嗱，呢個就不靈騎何錯，此云叫做疑習。驕慢嗰個習氣還存在，叫做疑習。度俱羅，此云叫做善容。160歲，壽命就再長。佢曾經過去咧，忽灑而來啊，佢就受戒啦，在家嘅戒，在家就5條戒，佢唔受5條，佢受1條，受呢個不殺生嘅戒。但係不殺生嘅戒持得好清淨，戒算唔多，你持得唔清淨都冇用。但係佢1條戒持得非常清淨，所以佢減到個壽命就好長。度俱羅，度俱羅咧，一出世冇幾耐，生身呢個母啊就去晒啦。父親就娶個孝母，孝母見到佢咧，小孩子又唔係自己生嘅，呢個孝母就心毒啊！呢個先生唔在咧，佢哋將佢放在呢個鑊呢後嚟蒸嘅，呢個蒸籠嚟蒸嘅，蒸咗1個鐘頭，揭下佢，佢又揭笑，蒸唔死啦。不如把啲火嚟烚咧，冚個鑊蓋，俾啲火嚟烚1個鐘頭，揭咗佢佢又笑，烚就烚唔死，不如掉落水咧，掉落河咧，掉落河咧，啲水又浸佢唔死，咁咪後嚟大兒啊，就將呢個小孩子咧，一食就食咗落肚，咁係咪食咗落肚啊，就應該死啦，但係在兒個腹之後又唔死，後來呢個莽兒人莽咗之後咧，就將佢賣咗俾人，賣咗俾人喎，呢個人買咗嗰條大魚翻嚟劏嗰個兒，嗰條魚燙死咗，佢又唔死，走咗出嚟。咁呢個賣魚嗰個人咧就愛咗佢做兒子，佢就五不死嘛，蒸籠就蒸不死，火烚就烚不死，掉落水就浸不死，兒食就食唔死，煲湯就湯唔死，咁咪五不死，皆由佢受不殺生呢樣戒。度俱羅啊，佢係一世都冇病嘅，亦係忽灑而來啲時候，佢曾經用一個阿摩羅果供養呢個病暫，所以減到生生晒晒咧都冇病。度俱羅160歲，拗呢個閒靜，佢唔同人家講話，佢自己一個人咧就獨居，拗呢個閒靜獨居。因此阿育王咧，賴500羅漢嘅塔，賴到呢個度俱羅啊，呢個阿育王講啊，雖然練個無名啊，以晒小利益，供20簸箕，即係整20個簸箕嚟供養佢度俱羅個盒。誰不知呢個簸箕咧，從盒呢後飛出嚟，掟咗阿育王嘅隻，群臣就驚恐起嚟。所以度俱羅不但生事，
行正啊，乃至死後咧亦咁行正的，所以薄俱羅呢個儀容大人，摩訶俱穢羅之云叫做大濕，濕就濕頭果好大，都唔知道點樣解啊，可能濕頭果大咧。佢係舍利弗嗰個舅嚟嘅，舍利弗嘅舅，舍利弗嘅母親，但係摩訶俱穢羅嗰個仔嚟嘅。咁自從舍利弗嘅母親啊埋咗舍利弗嘅人呢，啱啱個辯才就勝過摩訶俱穢羅，個摩訶俱穢羅共個仔仔嚟論議就論事咗啦。呢個俱穢羅話平常我共嗰個仔仔嚟論議勝，彼此咧就唔勝，硬係我啲仔啊懷咗個智人，再胎都兒子何況出世咧，所以呢個摩訶俱穢羅就離開嗰個家，跑到南贍族讀呢個四彌陀經，咁人家就笑啦，話你年紀咁大讀呢個四彌陀經，女仔都讀唔到，何況咁大咧？佢在家就被子論勝，出家就被人輕視，佢就發奮啊讀呢個四彌陀嗰個經咧，讀到忘記咗千手格，就稱為長爪梵師。讀完之後咧，佢就翻嚟揾你個舍利弗，人家話舍利弗咯，出咗家咯，做瞿曇嗰個大師啊，做佛嘅大師啊，佢哋走嚟見佛，見到佛咧，舍利弗在旁邊啊，發善發佛。佢見到佛之後咧，佢就想供佛嚟論議嘅，佢諗下一切法不可法，佢就對佛講：佢我以一切法不受離中，佛話是見受否？諗下是見受自以上離，是見不受無以成佛。自己啊就包括自己論事咗啦，出家咧就拜佛為師，咁樣就證到阿羅漢果，速難難答係第一。有問咧馬上都能答覆，呢個就速難難答第一。摩訶俱穢羅難何就木牛難何，平沙門見到佛出家啦，就叫呢個海牛仔咧跟隨嚟木牛，日日打呢個牛銳就供養散尊。於是3月安居圓滿啦，呢個平沙門就對呢海牛仔講：話你哋見佛咧，3個月安居咧供養佛，用呢個牛語嚟供養佛，你未曾見佛喎，你哋咪見佛啦咁啊！嗰啲海牛仔就成群咁樣話，就商量啦。我聞得佛係一切智人，我哋就識為海牛，海牛都有個方法。我哋見到佛咧就嚟有問咧，海牛有幾種方法咧？假如佛答得出嚟，就一切智人；答唔出就唔係一切智人。所以呢個海牛仔咧，祝願啊見佛上口狀元，佢就頂禮三拜。阿世尊啊，我哋海牛，你係有幾多種方法咧？世尊一答咧，就答12種方法。海牛仔就正起嚟啦。個海牛師傅只能夠講到4、5種，我哋都得2、3種。佛一講就講到12種，個世尊係一切智人。所以嗰個海牛仔就出得家，佢名字嘅難何，叫做木牛難何。只云木牛難何。孫何羅難何咧？孫何羅就嫌起難何係釋迦牟尼佛嗰個細佬，釋迦牟尼佛養母咧就摩訶波闍波提，後嚟有個兒
子嘅，佢叫孫河羅難河。咁樣喺度征犯王罵，世尊雖然係出出家啦，但係話咗孫河羅難河將嚟都會做國王，係咪？孫河羅難河咧，佢哋再愛佢嗰個婦人，婦差就相愛啊。孫河羅就差名，難河呢個自己名，婦差就相愛。咁樣在呢個高樓嗰時咧，兩夫妻去食飯，釋迦牟尼佛咧就乞食啦，乞食難河就高樓就見到，馬上就落嚟。嗰個太太就講啦：我待君未來同食咧，就帶啲飯同我哋一齊食啦咁啊！咁樣難河咧，佢揸咗而來個缽，個轉輪聖王。兒是受辱者，即係你係個國王，點解要乞食啊？咁啊，咁樣就揸咗個缽，就裝滿呢個飯。釋迦牟尼佛咧，就對阿難講：我叫難河送飯嚟祈願頂請，叫佢送飯嚟，叫佢送飯嚟。咁啊，果然間呢個難河咧，就將嗰一缽飯送到呢個正舍嚟。一送到正舍嚟咧，釋迦牟尼佛咧叫呢個太頭師傅快啲過個太頭，咁啊佢就揸個鉗頭，邊一個能夠揸緊包在呢個閻浮提王嗰個頭上嚟動翻咧？大師我命令一逼，呢個頭就太咗，孫河羅難河被逼太咗頭，太咗頭之後咧。佢咪勉強喎，佢唔係有心，唔係自然嘅。咁樣啦，第二日咧就有個長者咧請白羅漢應供，佢話我唔出嚟應供啦，我喺門口啦。大仙話你喺門口都得，你要掃地，關起門嚟掃地，揾白羅漢供佛嚟應咗供。呢個難河咧係咪啊？就掃地啦，關東西門就開。關晒東門就開，掃此彼又護，掃彼此又護，掃唔掂嘅。我咪諗下一陣佛翻嚟就走得啦。佢就逃走咧，行個半路咧，碰到佛嚟，佢就走嗰部樹嗰陣匿埋啊，當佛見唔到。誰不知呢個樹神咧，嗰樹咧就拔到空中嘅，佛見到。佢就見到啦，帶咗個飯嚟正舍，問佢為咩事情又逃走啦？我昨日答應嗰個婦人啊同食啊，所以我想念我啲太太，我就逃走。咁就釋迦牟尼佛咧，就帶佢遊呢個天宮，到呢個天上遊。到呢個天上遊咧，就見到好多天女，個個都有天子，但係有一個天宮呢後冇天子。佢就問佛：大仙啊，個個宮殿個天女都有天子，為咩事情呢個宮殿啊？呢個天女冇天子嘅？大仙話你自己問啦。呢個難河啊，就問呢個宮女，宮女，點解你哋都冇天子啊？我有啊，不過冇咁快出嚟。佢話你哋個天子係邊個？就係難河嘛，出咗界就持戒嘛，死咗咪上天咯，咪做我哋啲天子。佢話我就係難河，未得咁快，慢一步，未能死咗上天咧，就做我哋嘅天子啦。咁啊，咁樣我又勤力啲嚟持戒，將嚟咧上到天上咧，就享呢個天女個福啦。咁啊，細先咧又帶呢個難河去遊地獄啦，地獄好似遊鑊嘅，個個遊鑊嘅都有個罪人嚟俾啲油嚟炸，你有一個遊鑊嘅，嗰個火又熄咗，啲油又唔滾，嗰個羅剎咧打你遊鑊嗰個羅剎咧得眼瞓。咁樣難河咧就問佛啦：大師，點解個個遊鑊，
都有罪人受罪，呢個遊樂都未曾有罪人受罪啊！你問嗰個羅剎啦咁啊，難河就走嚟對醒個羅剎，羅剎點解你唔開工啊？你都唔燒火啊？你都唔治呢個罪人啊？冇咁快。你個罪人係邊個？我呢個罪人啊，就釋迦牟尼佛嘅細佬嘛，孫河羅難河嘛，出界持戒清淨啊，生到天上嚟享福嘛，天福享人呢，佢哋入地獄都嚟受罪，我就俾佢油嚟揸佢咯，所以我冇得咁快。啲難河就驚嚟啦，驚嚟個世尊嚟救我啦咁啊！個世尊話：你唔好享甜福，你唔好喊着嗰個持戒嘅求道，唔係求上天嘅，你唔好享呢個甜福。所以難河得久就叫阿羅漢果。孫河羅難河係釋迦牟尼佛個細佬嘛，同父嘅異母，父咧就正飯王嘅啫，母都唔相同嘅。釋迦牟尼佛母親係摩耶夫人，難河啲母親咧摩婆舍波提嗱，同父嘅異母係世尊個弟弟。富樓那尼多羅尼子，富樓咧就稱為滿言，羅即係男子嘅通稱，尼多羅就稱為慈，尼就女子嘅通稱，女子就印度就叫尼男子就叫羅富樓那之人叫做滿，尼多羅尼之人叫做慈，滿慈子，富樓那嘅滿慈子，説法是大一嘅，嗰個大法師説法係大一，富樓那尼多羅尼子，須菩提解放大一，此人叫做空生，佢一出世咧，全家個寶藏都空咗啦。叫呢個上師嚟一算，話既善且吉，又見善吉。7日個寶藏嘅復現，所以又見善現，佢有3名字：空生、善吉、善現。須菩提解放大一，解一切法從因緣生，無有自性嘅，都係解放大法。我空法空，分忘人法，解真空，所以須菩提是解空大一。阿難呢係釋迦牟尼佛嗰個堂弟，疏行嘅弟弟。阿難呢就係佛成道嗰日都出世嘅，釋迦牟尼佛成道，咁樣呢個魔王呢就對淨飯王講：你個仔就死咗啦咁樣。呢個淨飯王就悲傷都快死咗。後嚟有一個天人嚟講：話你個仔悟道啦，成咗佛啦。咁佢哋移起嚟啦，一個講我仔死，一個講我仔成咗佛。再一個天人嚟講：昨日半夜明星出世天地大動，你啲兒子6年苦行，功勞成就啦，已經成咗佛。呢個淨飯王咧就好歡喜。哭飯王嘅嚟講：我昨夜我生咗呢個兒子，全國都歡喜，所以按個名字叫做慶喜。阿難咧就慶喜也。阿難後來20歲咧，佢就出家啦。出咗家就做佛嘅侍者，做佛嘅侍者咁樣咯。佛滅度以後咧，摩訶界斷者叫阿難咧就勝座就結集呢個受多羅，由摩尼就結集呢個戒律摩訶迦葉咧結集呢個論藏，3人結集唔同。論就摩訶迦葉，律咧就有摩尼尊者，修多羅就經藏，
阿難結集。所以阿難一勝坐的時候咧，天人就讚歎啦：面如淨網月，眼若青蓮花，佛法大海水，流入阿難心。阿難結集呢個境狀咧，如世尊所講，一字不漏，如水上射平，一滴不漏，一字都唔漏。所以阿難就稱為多聞第一啦。羅睺羅係佛的兒子，此文叫做福將。佛有出家，淨飯王不許可，淨飯王就流難啦。假如你有債嘅，我哋答應你出家。咁啊，悉達多太子用隻手一指呢個耶輸何羅，瞓啲6年後就生子。咁啊一指嘅，咁樣啊耶輸何羅咧就覺得自己懷咗孕嘅，懷咗孕咧經咗6年，然後羅睺羅出世，釋眾咧個個都懷疑，個世尊出咗家6年，呢個耶輸何羅有子啊？莫非行初搭撐啊？咁啊，一定要治佢罪，要殺佢咁樣咧，耶輸何羅都不能自辯啦。好，就公眾咧就整個火行，耶輸何羅就跑咗呢個羅睺羅。若果我為非作歹咧，冇知道佢份；若果係世尊悉達多呢個骨肉嘅，冇知道平安。當然之後咧，叫呢個天地嚟證明。今日耶輸何羅跑呢個羅睺羅，一跳落呢個火行，火行就變成蓮池，蓮池有個蓮花啦，嘣啊！耶輸何羅咁啊，羅睺羅冇知平安咁樣。所以羅睺羅福將在冇福之後6年就出世。咁啊，後來有啲人疑惑啦，何以6年出世咧？咁啊，羅睺羅呢個宿業，羅睺羅佢過去世見呢個老師啊，佢入咗呢個洞，佢用石頭嚟塞咗7人，呢個老師就死咗。所以兒時嗰個因就減兒時嘅果，因此羅睺羅啊又懷咗6年，然後出世。羅睺羅咧叫做蜜騰第一，佢所受就受呢個蜜騰，所以蜜者冇人知道嘅，佢就心裏面修行，心入邊嚟修行，邊一個知道咧？所以8法經云係咪？我為太子時，羅睺佢為長子啊！我今成佛道，受法就為法子。羅睺羅蜜騰為我都難知之。佢呢個秘密修行咧，唯有佛嘅知道。阿難共羅睺羅兩個人咧就打對照。阿難咧持84000法藏講出嚟，羅睺羅咧就心之後秘密嚟修行咧，也是84000法藏，但冇人知道。所以一個是蜜騰，一個是外學。因此阿難成佛，共羅睺羅成佛，國土上等，人又上等，樣樣都紅燈。一個是蜜騰內學，一個是外學。阿難是外學，羅睺羅是蜜騰。所以在五台山有一個羅睺羅字，但密宗啊，密宗咧就供養羅睺羅，羅睺羅係密宗噶嘛啊，密者修行啊，得法冇人能知，所以名之為密騰第一。而是眾所知識，講12000個羅漢咧，故且就舉呢個名數啦。呢個名數咧就舉咗咁多人。意思啊，嗰啲羅漢啊為大眾所知，
自都知其明，舍利弗、目犍連、富樓那、羅羅就知其明，識就識其德，富樓那説法大一，須菩提解控大一，阿難多聞大一，羅羅蜜行大一，舍利弗咧智慧大一，目犍連神通大一，摩訶迦葉咧苦行大一，所以智就知其明，識就識其德。嗱，為眾人所知，知其明；為眾人所識，識其德。大阿羅漢等係咪？大阿羅漢等啊！呢啲羅漢咧係大阿羅漢，回燒向大嘅大阿羅漢，也是大釋梵王所恭敬，大人所恭敬，因此名為大阿羅漢等。復有學無學2000人，摩訶波闍波提比丘尼，以堅熟6000人居，羅睺羅母耶斯何羅比丘尼，亦以堅熟居。呢個就有學，錯過都還有學，錯過學呢個無學，二果都有學，三果都有學，未有阿羅漢果就無學。復有學無學，有學咁咪無學，即係學呢個無學，咁樣就錯過二果三果啦，學呢個無學，復有學無學2000人，講有2000人，咁樣就講呢個尼眾啦，比丘就比丘尼係出家二眾，比丘出家二眾個個都證阿羅漢果，但呢個尼眾咧，比丘尼咧，咁樣就有啲還係有學，有啲個無學，無學就證咗阿羅漢果，有學就錯過二果三果還有學，學呢個無學三種人啦，學無學，無學有學，所以我哋捨身不可客氣，孝學即係話係一個學人，石居學地啊，唔敢話無學，無學嘅唔需要學啦，我哋話係有學嘅。復有學無學2000人，摩訶波闍波提比丘尼，摩訶就稱為大，波闍就稱為愛，波提就稱為道，大愛道標。大愛道咧係釋迦牟尼佛嘅養母，釋迦牟尼佛出世呢7日，摩耶夫人呢就生天啦。摩耶夫人的妹妹咧就摩訶波闍波提就養大悉達多太子，所以摩訶波闍波提係釋迦牟尼佛在家的時候係一個養母嚟嘅，養母又稱為大母，又稱為孝母，係養母嘅。摩訶波闍波提見到世尊出家修行，成咗佛啦，所有大師出家修行，證阿羅漢果，了咗生死，自呢個摩訶波闍波提亦求出家，求出家咧，但係世尊唔答應嘅。摩訶波闍波提帶咗500嗰個釋女咁樣咧嚟追佛，世尊由呢個迦毗羅國行到另一個國，另一個國又行到另一個國，後嚟行翻咧呢個舍衛國耆斯卡叫讀完，咁樣摩訶波闍波提帶咗500個釋女咧，咁嚟追佛，咁咪跑到祇槃精舍咧，就門口嗰時唔敢入，阿難咧就慈悲啊，佢話摩訶波闍波提，你點解唔入嚟啊？佢話我想出家喎，世尊又唔答應㗎，佢話我代你問，咁啊阿難咧就將嚟問佛，世尊啊，摩訶波闍波提以及500釋女有求出家喎，佢出家，而家未曾有女眾出家喎，我問女眾出家，我哋嗰個正法減咗500年喎，所以我未肯答應。
當你唔答應啊，個世尊邊個養大你啊？冇嘢婦人生你嘅，養你嗰個養母係邊個啊？太子話：摩訶薩婆提，個摩訶薩婆提養大你，佢求出家你都唔答應，恐怕你是忘恩負義喎。太子你唔可以咁樣做啊！係咪？太子話：若果佢要出家，我不如有個條件咧，佢哋收呢個白淨法咧。咁樣啊？我問下佢答，係能唔能夠收咧？咁樣，我難嚟嘅，摩訶薩婆提啊！佢講，個世尊話俾你出家，就收呢個白淨法，你答唔答應啊？咁我答應，我哋能夠做得到，馬上答應咗咯。事情就成功啦！摩訶薩婆提同500個織女即時咧就出咗家。出咗家咧，就唔係住喺棋盤精舍，棋盤精舍旁邊另外有個非有力嘅精舍。出咗家之後咧就受戒啦。受咗戒咧，從戒就生定，印定咧就得位，由智慧咧就變煩惱，變煩惱啊，變98支嘅見思煩惱。煩惱變淨就證阿羅漢果，所以摩訶薩婆提呢樣嘢係證呢個阿羅漢果啊！咁摩訶薩婆提邊度證阿羅漢果啦？以後咧好多貴族嘅女人，一切嘅女子咧都要出家，出家晒先嘛。你拜呢個摩訶薩婆提為師咧，所以摩訶薩婆提咧又證為有壇微，支雲係種子，你種嗰個枝啊！種子利種嗰個枝人咁樣啦，所以摩訶薩婆提邊有嚟啊？佢有幾多徒弟啊？已見熟6000人區啊，唔係單佢一個，有6000人咧，同佢一對嘅已見熟6000人區。羅睺羅母咧，對耶輸何羅就邊有嚟，亦已見熟區。羅睺羅啲母親咧。啲耶輸何羅啊，支雲叫做化色，好似蓮花色咁美麗嘅，叫支雲叫做化色。咁啊耶輸何羅啦，咁樣到自從生咗羅睺羅之後咧，世尊咧就想羅睺羅出家，父王都唔答應，即係淨飯王唔答應。個耶輸何羅咧就將羅睺羅咧就跑到樓上去，鬧聲佢目犍連尊者就從空中就飛嚟，就攞呢個羅睺羅出家。咁啊耶輸何羅啦都唔肯，世尊咧就傳意，你記唔記得燃燈佛你所發嘅誓願？一講就記得咯，記得咩都能夠寫嘅，係嘛？乃至自己能寫，兒女又寫，自己嘅太太能寫，一記得嘅時候啦，就將羅睺羅咯寫咗就交俾目犍連。目犍連將羅睺羅咧就帶咗去棋盤精舍咧，就拜舍利弗為師和尚啊，即係和尚嘅師傅啊，拜舍利弗為師。羅出咗家嗰陣時未夠年齡啊，就稱為沙彌。沙彌咗棋盤精舍咧，佢就有啲調皮啦，貪妄語，有人嚟問佛，佛在唔在啊？羅話唔在咁啊，在個講唔在咯。時常貪妄語咧，令到好多人錯過呢個機會咧，就嚟見佛。咁啊，世尊知否啦？有一日叫羅睺羅，你用呢個木盤攞盆水，你同我洗腳。洗完腳之後，世尊將呢個木盤一挑，就撲咗啦。撲咗你再倒啲水落去，個撲盤唔可以治水嘅。佢你啊妄語撲心，百水不入，啲亦復如是啊！以後唔好打妄語喎。羅睺羅就知道啦，撲唔過嚟，誰不知妄語撲咗呢個心，百水就不能入心啦。咁啊羅睺羅咧，佢修行用功。收嚟收去咧都不能相應，就問世尊。世尊問啦：你有冇對人說法？我冇喎。你有冇對人講5任？未曾講，對人講。你有冇對人講12因緣？未曾講，對人講。
你有冇對人講呢個六波羅蜜？未曾講，你又講。你有冇對人講呢個18界分明12日？未曾講，你講。後來羅就對人説法，咩叫做5陰？咩叫做12日？咩叫做18界？咩叫做4大？誰不知説法係誤導嗰個助緣。羅對人説法，冇見到嗰啲受行呢，佢就俾佢證咗果啦。所以羅啲母親對耶輸何羅就比有利。乜耶輸何羅見到自己嘅丈夫又出咗嫁成佛，羅出咗嫁做和尚，自己不如自己都出埋嫁啦咁啊！所以耶輸何羅亦出咗嫁，就叫比有利。亦宜見屬佢，耶輸何羅出咗嫁，佢亦有徒弟，佢啲徒弟一定是佢啲見屬，亦宜見屬佢。而是比有12000人，比有利嘅2000個人出家二眾呢，就嚟參會上向釋迦牟尼佛開權顯實授記作佛，講呢個妙法蓮華經。上來所說已盡，聽下文長，故以微人。